靜默主前，讓我哋一齊走進自己嘅內心深處，去找尋屬於你嘅寶藏。我哋去查看呢一片嘅寶藏，估量呢啲嘅資源，佢哋係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嘅。呢一切都係你所擁有嘅。你能夠睇到，你能夠思考，能夠聽見，能夠感覺，能夠品嚐，能夠聞到，能夠選擇，能夠走動，能夠分辨。分辨係一種能力，放低你曾經有過而如今已經唔再合適你嘅，並且睇清楚乜嘢先至係最合適。而家可以對自己講，我係有能力嘅，我可以做得到。通過自己嘅腳踏實地，來自天上嘅活力，以及同人哋接觸，我滿有力量，我係有能力嘅。活在神的話語中。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係記載喺馬可福音第10章52節。耶穌說：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瞎子立刻看見了，就在路上跟隨耶穌。耶穌清楚指出，瞎子得蒙醫治，唔係出於佢嘅迫切祈求，乃係在乎佢基於聖經應許而發出嘅信心。耶穌誇獎佢嘅信心，佢因為相信基督係大衛嘅子孫，相信主嘅憐憫同能力而得以痊癒。在信心裏禱告，求主幫助我哋效法瞎子一樣，喺得到痊癒之後，重見光明嘅一刻，立即以跟隨主為佢未來一生嘅目標。佢感激耶穌為佢嘅所作所為，願一生為主作見證，用佢嘅餘生侍奉主，榮耀主。奉主名禱告，誠心所願。與信徒相通，與相熟嘅主內肢體一齊列出各自家人嘅名字，標記當中未信主嘅屋企人，並為對方未信主嘅屋企人獻上禱告。向世人作見證，審視我哋自己能否喺別人從我哋嘅言行舉止中認出我哋係基督徒。服侍他人，喺未來1個禮拜內為未信主嘅家人一一地祝福禱告。喺呢一刻，我都邀請弟兄姊妹獻上一個禱告，求主幫助你更加學效基督，亦都更加關心身邊嘅人，並持之以恆咁樣為未信主嘅家人禱告。就讓我哋一齊獻上禱告。